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0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日增加274例本土病例，73例校正转转来病例，今仔增加15例死亡病例。立法院3中道三读通过纾困顶金特别条例，预算提悬到8400亿，嘛延长到明年的6月30。这2天落雨，全台湾水库拢加减有进水，未来几天阁有雨水。今年第3号风台彩云嘛形成啊。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日增加274例本土病例，有73例校正转来的病例，今仔嘛增加15例死亡病例，4个境外病例。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国内飞离岛的5个机场会来设体检站。指挥官陈时中嘛讲哦，这波已经有较缓和的趋势了。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我们总计是351例，好，那有4例境外移入所以我们在本土有274例73例校正回归。好，那这一部分总共是347例，新增的15个死亡的个案。好，在离岛的部分那我们决定说，在交通部所属的航空站设立筛检站，那现场有症状的旅客不予登机。过去14天内有症状需视现场快筛阴性时搭机。我们的现在的 RT 值是1.02。朝向可控的范围在前进，那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当然不断的去滚动式检讨我们3级警戒的相关的措施。那对于做的不足的或者强度不足的，那我们会随时滚动检讨。来看立法院今仔加开议会，并纾困顶刑特别条例修正案3读通过，要甲预算上侪提悬到8400亿，延长到明年的6月30。今仔中道3读通过了，这届嘛特别新增加补助囡仔家庭防疫，有国小以下囡仔的家庭，也是国高中的特教生哦，一人会使补助1万块。立法院31加开议会，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修正案要并3读，经费上限，民进党团要追加到8400亿。针对经费上限，国民党团有无同款的意见？反正直接有关上限是抗白授权，主张国部会提出具体金额，各做党团协商。因为我们还没有签字，但我们希望执政党团。你们不是急着只要匡列那些钱，我们现在的纾困预算，老实讲，去年到今年的还没有用完啊。纾困特别条例会在6月底到期，行政23提出纾困修正案，延长到明年6月30，将原本上悬额度4200亿追加到6300亿，民进党团协商阁追加到上限8400亿。看疫情分期变现。纾困4.0会针对以下对象补助：中低收入户每个月1500，连发3个月；农民、渔民、导游、游览车司机、计程车司机每个月发1万，连发3个月，总共3万块。无社会保险人应领急难救助金上悬3万。这摆阁增加囡仔家庭防疫，厝内底有国小以下囡仔。各中高等特教生补助1万块。3级开设又延长到6月14号，说预算规模当然还要再增加。委员会也已经说明过了，学生的说也说明过了，不要再讲这些什么空白授权。本来预算就是宽裕规模嘛。民进党团表示，特别条例绝对无抗白授权，各部会已经盘点预算规模，因应疫情紧急，才会追加预算编列，全民免费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指挥中心正式讲，5月2日已经甲高端疫苗、甲联雅生技来签约，计共会买2000万吨的疫苗。过来有袂少单位希望会使家己去买疫苗。总统府昨嘛回应表示讲，已经指示指挥中心赶紧甲各申请的单位来做了解，提供必要的协助。目前疫情正严重，指挥中心向国外采买预防车的进度正是有外界关心。国产预防车是拼7月底要开始供应。指挥中心讲，新冠肺炎流感化是必然的趋势，
疫苗家己制造、家己使用是国家的既定政策。已经伫咧5月28加高端疫苗，抑个联合生机2大厂签合约，分别是各自买500万剂的有采购加500万剂的开口合约，也就是上最分别买1000万剂。然后原则上是500万剂，那后面还有一个出口合约的500万剂。那当然，它的限制条件就是要通过 EUA 以后，这个采购才算是后面正式的采购。它这个解盲的成功的话，那我们可以就是保障我们的国人一定可以拿得到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对啊。所以这其实跟一般的那个就是我们在跟国外采购的疫苗是一样的。因为指挥中心要求应该由第三方的公证单位进行效价验证，所以也阁需要甲第2期的临床试验受测者的检体风险交予中研院分析结果。高端按算伫6月初有试验分析的结果，要拼7个工会，然后是按算6月中送交。验过这代表国产有风险2期也阁伫咧进行中，政府就已经甲业者签约。安全性加有效性拢受到质疑。那至少要求他们按照国际的这些药厂做第3期的其中试验报告，符合相关的规定，才能开始紧急授权。安全性、有效性上面，政府都应该要做最严格的把关。目前来讲，我们没有是说2期它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希望它能够成功。确效上面当然没有比上这个所谓的完整的3期。来的那么的完整，但是也是在科学上可以被认同的。总统府回应讲，政府甲民间共同努力，让疫苗供应更加稳定，无所谓调的问题。对于民间申请疫苗采购关键，总统蔡英文会请指挥中心全力处理，赶紧甲各申请单位互因了解，确认会员提供必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想要捐500万吨的疫苗给台湾，伊讲会拼伫拜3之前，把文件准备好，向主管机关来提出申请哦。另外，卫生福利部嘛已经甲高端疫苗签约了，也毋过高端公司的股票今仔煞一开盘就落停盘。有立委是表示讲，有风声讲政府要动外国疫苗来台湾，就是为着国产疫苗来查股票，认为应该调查好清楚。解决国内疫情上有效的方法，永远是有风险。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透过英灵基金会全力争取为德国 BNT 有风险直接空运来台湾，表示会拼72点钟久交相关文件。英灵基金会执行长刘佑东讲，正伫咧准备主管机关所需要的8项文件，按算上慢伫咧拜3会提出申请。在昨天傍晚的时候，郭台铭先生跟所有的团队说，他现在给我们72个小时，要我们在72个小时之内能够完成所有的项目，以及确认所有的执行的方法。我预计应该是到最晚是到周3。民间企业争取采买国外有风险，卫福部也甲高端疫苗一个联合生机签采购合约。外界本来认为对股价有正面的激励效果，无想到讲高端8月开盘就跌停。刘伟讲有传言讲有人伫咧当国外有风险来台湾，是为着国产有风险，甚至是炒股，行政团队就要自清。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些阴谋论来去重伤政府，所以我也认为说，如果真的有类似的状况，政府应该要自清，是不是有去相关的人去买相关高端的股票，必须公开采购合约的内容，来让全民来监督。第一个，你的优惠采购价格一季是多少钱？你定价是怎么定出来？你的成本、财务、会计合理的利润是怎么出来的？还有这2家公司到底受到我们政府多少的补助？在野党强烈谴责行政团队伫这份点疫苗的政策表现正含糊。民众党团要求现行的疫苗采购调查专案小组就要成立疫苗采购调查委员会。国民党团是发动机关5行动，希望民众放黄丝带，让政府看到民众急需要疫苗的心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今仔是新增加351例，境外病例有4例，
本土病例有274例，到境回来有73例，死亡有15例。增加的本土病例，新北市是有171例，台北市有122例哦，桃园27例，彰化有10例，台中有5例，基隆跟苗栗拢有3例哦。新竹市有2例，花莲、澎湖、高雄跟新竹县拢有1例哦。目前全台湾计共是有8511例，本土病例嘛已经有7321例咯。目前疫情有豆豆转好的趋势，显示讲这2礼拜的3级警戒是有效的，所以防疫更需要大家做伙来拍拼哦。咱再来看前2天传出台北市有救护车载病人伫路林踅来踅去，拢无病院要收病人。台北市政府的救灾救护指挥中心是表示，目前的状况已经有改善，应该袂阁有这种的情形咯。新北市政府嘛提前来设大型的疫苗站，为主预防性来做准备哦。目前是会先加做采检站，一天上侪会使帮2000个人来做采检。我主要问一下，救护车送有没有问题？台北市府防疫会议，市长郭文哲关心目前救护车送病人的情形，因为大量的确诊者，和各大病院的病床拢用甲紧绷，进前出现救护车载病人煞无地上的情形，即马敢若有较好。多是这样啦，他有时候在就是 case 要说一说，也慢个几分钟是有可能的。没有，他现在就说等我们一下，我们等一下跟您回复。对，所以护理师他不像以前就说我现在满床，我现在已经清消，我不能让你送。病院无阁出现拒绝伤病人的情形，互郭文哲感觉较轻松。卫生局即马嘛咧执行，甲确诊者对数送出来计划，甲55岁以上、甲55岁以下有慢性病，评估无法度伫咧厝隔离的人，安排去集中检疫所。不过针对疫情指挥中心，疫调数据有增大，5月30死亡的人数加报1个人。北市府毋望中央会当找出原因，因为通报死亡的案数520，是一个住伫咧台北市专职防疫旅馆的负责人，伊健康的状况也个真好。台北市并没有通报他死亡，也没有上传死亡证明书。到底为什么昨天会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归类为死亡个案？这一点恐怕请中央来说明。因应未来要开始全民注疫苗，台北市政府提早部署大型的疫苗站。市长侯友宜亲身视察，讲这是全国第一座的疫苗注射站，会用1礼拜时间，利用货柜赶紧做起来，面积超过1200平。但是因为即马也无疫苗通好做，所以会先做采检站来用。最大的量能可以开到18个，那每天快筛的量能可以达到最大量是3600个，也是未来变成大量疫苗接种的地方。总统府马上澄清说没有在刁难，有没有刁难？人民心里的感受是最清楚的。5月30日，新北市伫咧树南、五股、汐止、甲土城啊，拢加开热区防疫中心。目前新北市11个行政区有18个热区防疫中心，加强宣导甲规范，要摒是来防堵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指出，卫生福利部的台北病院甲病人放伫急诊室外面的停车场的治疗，至于讲敢是病床无够。也毋过，台北病院解释讲，安尼做是为了要减少院内感染的风险哦。急诊的病人先伫较通风的所在来等待采检的结果。另外，这2天哦，网络顶头嘛风声讲马街病院有烧毁事件。早起马街病院嘛发新闻稿呼认，早起哦，新北市的祥和病院有确诊的病人摕刀啊攻击护理师，造成3个护理师受伤。这是卫福部台北病院急诊室外口的停车场空间，一旦看到有病人倒伫眠床顶吊大筒接受治疗，有民众去这段画面放伫网络顶，这支病床的数量无够。台北病院急诊医学科的主任尤炳芬6月回应讲，病人等待 PCR 核酸检测的结果大约要3点钟到4点钟，先点室外病毒量会当降到上低。台北病院也发出声明稿表示，所有的病人入去急诊室进前，拢要先做病毒检测，等待结果进前要先伫室外院区内临时等待区，有医护人员随时照顾，医护病人的安全，而且也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病院也加设杂货部，医护病人的温书。我们做了这些检查，它需要有一个等待的时间，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也有这个医护会去看他，等结果的中间，我们也尽量去照顾他们。在这位医界的人士也表示，这款做法对控制感染有帮助。患者在做完筛检要等结果之前，基本上都是要在户外等，因为户外它的这个空间比较大，病毒量比较不会因为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开始浓度越来越高，造成其他传染的风险。
除了台北病院防疫期间空间应用，互人误会，马街病院也互人夜空讲有院来感染，可能100多人，而且佫封大楼。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和台北市政府第3则拢有表示，这是假消息。马街封楼毋是因为感染，是为着甲空间转做是专责病房。不过3日又佫有平面媒体报道，佫接到马街内部的医护夜空讲有院来感染。马街病院伫拜一透早发出新闻稿8回表示，整理病房是配合政府设专责病房的要求。卫福部处长赵宗良和台北市长郭文德拢已经解释过啊，这毋是院来感染。另外，新北的祥和病院也传出有确诊的病人，3日透早7点外，伫隔离病房内举刀啊攻击护理师。警方接到通知，随派6位警员到场压制，把人铐起来。过程造成3位女性护理师受伤，病院当咧治疗当中。我们绝对不容许我们所有的医疗人员接受这样的一个暴力行为，那我们一定要严厉的谴责。那对于不法的，我们一定依法来做处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特别为这件代志举行记者会，就是无希望佫有暴力的事件伫病院内底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烦恼传统市场会正做防疫的工棚哦，高雄、台中佮基隆警管区昨日表示讲会来分流，要求民众按照身份证号码的尾数，单号、双号轮流，一礼拜去菜市仔买一解菜就好。高雄市政府今仔早起嘛去市场开闸实联制甲分流的措施，大商若是无法度配合，6月1日开始哦，要爱因停止营业咯。高雄凤山的瑞兴市场31号透早人也是袂少，民众伫咧市场的出入口排队等写资料，也是扫 QR code。就连外围大部分的摊商嘛有放店家的 QR code，但摊商表示真正会扫买实联制的人客目前是一半一半。有的就扫，有的嘛袂扫啊。我今仔才开头一天线尔，所以人客也都无介知影。都怕北部的回南部嘛，年轻的多可是你老的人他就没办法了，他就要用写的。所以今天大家就赶快出来啊，因为你明天就正式开始。传统市场的人流造成高风险的群聚，为着避免市场变成防疫的破口，高市府除了一直推广的市场实联制，30号更加发出市场分流，希望民众像进前的分流领喙罨同款，照身份证号码单双数分开去市场。若做袂到分流，人伤济，6月1号开始无排除请市场暂停营业。在人流的管制上，是否有办法做到出入口的管制？以及要劝导消费者自主的来做分流，针对身份证的尾数，如果是单号的话，我们希望3、5日进行消费；双号的话，则是2、4、6。因为疫情，真侪摊商的生意嘛受到冲击。高市经发局嘛表示，除了行政院公告的纾困措施，经发局嘛将公有市场的租金减半，希望减少摊商的负担，嘛呼吁各市场管理单位配合防疫的规定，以免让经济后市影响生计。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来看双北市的菜市仔哦，目前拢无管制，也毋过台北市有部分的市场打商是有分流来管理哦。亲像永春市场是以门牌的号码来分打商，当时会当来市场排打。虽然今仔是拜一，市场休困，也毋过嘛是有一寡打商有来排，来买的人哦嘛是阁袂少。礼拜一传统市场休困，不过也是袂少贩仔开门做生意，来市内买的人也袂少。只要一个确诊，就整条几乎都封掉了，对啊，所以就能做就尽量做啊，不然怎么办？我们也要生活啊。今天礼拜一比较没人的时候才敢出来，我不会像没人我才会靠近，如果有太多人就不敢太靠近了。开门做生意都要卡手斗3工，员工也烦恼传统市场加做防疫工棚，不过为了生活也只好冒险工作。没有出来没有钱哦，要出来啊，这个很危险啊。只是说安全措施自己要做好了，这个你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亲像基隆、高雄甲台中市府拢呼吁民众依照身份2号分做单号、双号自主分流。桃园新竹甲苗栗31也宣布对咧做，不过双北市还未推出人流强制管制，呼吁市民自主分流。亲像台北市永春市场都用门牌号码、单号、双号自主分流，甚至细分甲以老战数的单数甲双数错开来市场的时间。因就网络有买，伫无共款的单拢用买，搁到市场门口一摆来退货。害怕、会怕，
那不用进来市场啊。有时候你跟我们讲说你要买什么，讲一讲，我们帮你整理好，对不对？就拿到门口给你就好了。市场内基本上都没问题，有问题都出在那个流动摊贩。包含台北市树洞市场、南门市场、新北的秀峰市场、泰山市场、甲三甲市场等，拢加入市场网购平台，只要伫厝内底落单，就用一摆买齐。面对疫情严重，传统市场较歹保持安全距离，卫生全传统市场积极转型做网购平台，无希望市场因为疫情关起来失去卫生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嘛宣布讲，今仔开始，传统市场爱用身份证的尾数来分流哦。另外有一个坐印度专机返来到台湾的查甫人，伊集中隔离14天结束了，又搁收到搁爱隔离的通知。市政府是表示目前搁了解状况。桃园市长郑文灿31日继续公布桃园疫情，以下两专区已经接近病院，这2天完成医护的全数注疫苗，而且关到传统市场正做防疫的工作。郑文灿表示，已经甲新竹市长林志坚联络，讨论出桃竹苗共同实施市场分流管制，即日起桃园所有传统市场以身份证尾数进行分流。身份证单数。那么星期3、星期5、星期天采买，身份证双数，星期2、星期4、星期6采买。因为一名坐印度专机返来的查甫人，集中隔离14天了后，阁收到再次隔离的通知，引起防疫隔离混乱的讨论。对此，桃园市政府表示，专机的隔离是由疾管署通知，地方政府阁开立解除隔离的通知，目前正在了解情况。他们的隔离书是由地方政府来开立。那如果解隔的话，就解除隔离的时候，也是由地方政府来开立。那我们这个开立的理由是我们接受到上级的指示哈，所以目前这个现象我们还在了解中。此外，郑文灿也宣布，公营的户外汽机车停车格改做假日无收费，鼓励民众假日无出外。也强调，早期收费是为了促进周转率，即马3级管制期间假日免收费。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龟山清洁队有来台湾喂着病，市政府嘛赶紧派人来支援收粪扫哦。上北市的环保局嘛真紧张，台北市嘛已经要求第一线的清洁队员2000多人先注疫苗。也毋过新北市目前疫苗无够，新北市的环保局嘛呼吁民众哦，喙暗袂当资源回收，爱当作粪扫，保护好才单调。资源回收物内底，通看到用过的喙暗数量阁袂少，就惊这的喙暗带病毒，毋若伫环境当中传，更加增加清洁队员染疫的风险。为此，新北市环保局加强宣导。因为欠疫苗，新北市清洁队员阁无法度大量来做。为着要提悬第一线防护，队员爱挂喙暗甲面罩、手套戴2层。环保局指出，除了等待疫苗，嘛希望民众配合保护队员，避免粪扫成分受到冲击。清洁队员如果染疫，影响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健康，也会影响到我们垃圾以及资源回收物的收运。那常见的大概是会减班收运，以及暂停资源回收物的收运。那严重的话，有可能1周只会收运1次，或者民众必须自行拿到我们增设的定点来交付垃圾。目前多数县市清洁队的做法正相像，加强消毒，取消上下班回队报到，减少队员根据等措施。不过，甲新北市相像伫重灾区的台北市，已经伫礼拜6甲礼拜日优先安排第一线清洁队员注疫苗，4783人已经完成2112人。对象是包括消毒人员、万华区队所有的清洁队员，然后公车队里面在管理维护流车的人员，那清理街道那个行人清洁箱的人员，还有夜间垃圾收运的人员。桃园龟山清洁中队新华亚队部发生群聚感染，到30号有6名队员染疫，91个人居家隔离。桃园市府紧急调派10车20人，才无停收粪扫。双北环保局表示会尽力来防疫，嘛呼吁民众配合防疫措施，避免上歹的情形发生。记者林文国家报台北报道。
国际新闻，咱来看巴西卫生局昨通报，一天就增加43000个病例哦。目前巴西计共嘛已经有1650万例咯。巴西第29嘛有一场全国的大规模示威，要求巴西总统落台。另外，伫澳洲哦，维多利亚省已经第4度封锁咯，昨是增加5个病例，有人找无甲两源，某养老院的员工患着病。这波新的疫情嘛已经有40个人患着病咯。维多利亚省这波感染源头是一位海外回国的旅客，距离基本出关了后才确诊。了第3天通报新增加5个确诊是长照机构的员工，因为以来大名甲员工无拢做过有风险，所以大家真担心。One is linked to an exposure site, and investigations are still underway. One of these cases is a staff member at R-Care Maidstone, an aged care facility. We have a mystery case. We're concerned about that.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serious situation in this aged care facility. 维多利亚省几个月来连确诊破功，第4遍封锁。官方宣布先封1礼拜，严格内有看到一寡民众被逮捕，因主要就是要抗议封锁，也质疑自有防线的必要性。另外，巴西伫咧29有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总统波索纳罗防疫无能，叫伊下台。A gente tem presidente que, em vez de fazer do Brasil exemplo internacional, fez a gente laboratório de novas cepas do vírus. 巴西到目前确诊的人数1650万，死亡人数超过46万。示威的民众挂水暗夜标语，认为国家行到今仔日这种地步，拢是波索纳罗无重视病毒的危害，互规个国家造成重大危害。包括大城市里约、圣保罗等200万的城镇，有几落万的民众上街头示威。波索纳罗伫咧疫情拄发生时阵，别讲感染新冠病毒，只不过是小感冒，伊家己确诊了，也个讲无科学证实的开年有效，并且认为自有防线无一定有效，所以国家自有防线的计划速度正慢。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澳洲已经第4届封城咯，咱台湾目前是3级警戒，若是疫情压袂落来，可能嘛爱行上封城封区这条路。咱今仔连线互一个伫澳洲的台湾人吴小姐，伊住伫墨尔本哦，请伊来甲咱分享伊伫澳洲目前的状况。吴小姐你好哦，咱家新闻是有讲到讲澳洲对礼拜透早开始第4届封城，封城到底是有啥物限制？若是违反那剩罚正重吼，敢是？大概的限制就是，敢若有4个理由会当出门，就是你若是要买菜啊、看医生，还是要做工课、运动，啊，即摆佫加一个，就是你若是要去注疫苗的话，安尼才会当出门。啊，敢是也惊讲，互掠到的有一寡违法的情形，其实伊罚足重的。以戴口罩来讲的话，就是上基本就是200块的澳币。你若无挂口罩掠到，就是200块澳币。啊，若是上严重的话，伊不管什么原因，上侪会当罚到澳币1652。因为澳币对咱台票哦，差不多是21，所以无挂喙暗号，大概就爱罚咱台票4000块。那说其他的违法，上侪是当罚到要4万块。那吴小姐，你的先生哦，其实对去年的3月份就开始伫厝里咧上班哦。啊，伊的收入敢有啥物影响？啊，你身躯边的人目前大概状况是安怎？因为已经1年外嘛。伊按去年卖就拢伫厝上班，啊，毋过因为伊的工课原本就是伫办公室，算是办公室人员，所以是无啥物影响着。啊，若是我听过一寡朋友，因是做一寡服务业的话，就是做餐厅迄就有足大影响，因为餐厅拢无法度营业啊。所以你讲，其实有真侪外国人啊，像你早你讲你身躯有一寡马来西亚的朋友，其实因拢足早就已经回去，因为伫遐已经无法度生活嘛。因为有一段时间，你讲因大概目前遐马来西亚的朋友是安怎？因为阮已经封城4届啊，4届即加起已经足长的时间，有足侪人无头路的，无法度生活，就先拢回去啊。所以其实当地政府的补助大部分拢是针对国民嘛，所以一寡外国人伫遐，其实即马搁住伫遐，其实生活拢定定拢有出一寡问题啊嘛吼。拢爱靠家己，因为伊的政府补助敢若有互公民跟居民尔。咱知影讲咱台湾目前啊，其实疫苗足欠嘛。啊，你伫澳洲啊，恁一家伙仔3个人，恁敢有去注疫苗啊？阮还未做诶，毋过阮即摆有考虑要去做啊，因为即波封城过有小可有惊着。啊，其实你敢若像讲吼，你其实有会使，你随时要去做，其实拢有疫苗通做吗？
因为阮遮主要是2种疫苗，就是台湾即马嘛是有拟定的迄种 AZ， 啊，另外有一种是辉瑞，我台湾即马敢若还无，嘿，啊，阮遮无摸。嘿，你继续讲，歹势。嘿，啊，若是 AZ 的话，就是即马的状况，因为即马封城啊，大家较惊，啊，无通常话封城进前，就是你只要去打疫苗中心，就是唔免排队，直接行进来当住啊。啊，毋过因为即马就是大家会较惊，所以就爱排队啊。啊，另外一种迄个辉瑞迄款的话，就是有一寡规定，爱符合资格的人才当住。所以恁伫澳洲嘛，已经防疫1冬外嘛，你敢有啥物建议，想要互咱台湾的乡亲朋友，讲其实咱应该会知注意啥物，也是爱用啥物的心态来面对这段时间？因为其实我家己的姐姐跟姐夫，因就是台北前线医护人员，啊，就得因为台湾即马还未封城嘛，啊，就是有一寡做灰色地带的规定，个有人袂甲严格去遵守啊，啊，我是。希望吼，台湾的乡亲就是家己真爱做自律，嘿，因为这真啊毋是讲轻笑的代志安尼。咱真感谢黄小姐的分享哦，咱嘛做伙加油，希望黄小姐做紧就会使带囡仔转来台湾，互阿公阿嬷看。再来看越南哦，最近本土病例嘛是愈来愈多。越南的卫生部长是表示讲，因发现有一种有印度跟英国变种，佮再变种的新病毒。这款新的变种病毒伫空气中哦是传的速度是非常的紧，所以越南嘛拼命讲要来紧买疫苗，希望今年会使买到1.5亿ton的疫苗。越南4月下旬以来，佮出现本土疫情快速扩到全国一半省份，新增加3600人确诊，占全国累计总数一半以上。当局也先发现一种更加危险的病毒株，是印度甲英国变种病毒的混合症。Tại Việt Nam thì đã xuất hiện thêm biến chủng SARS-CoV-2 mới. Đây là thông tin được Bộ Y tế đưa ra trong hội nghị trực tuyến phòng chống dịch COVID-19 vào sáng nay. 越南卫生部长阮清良29表示，对着新患者进行基因定序了后，发现这种结合印度甲英国变种病毒的新变种的病毒株，在空气中传播特别紧，比过去境内通报过7种的变种病毒的传染力是更加强。实验室培养结果显示，这种病毒自我复制速度是真紧，也说明短时间内全国无同所在为安怎出现这么多新增加的病例。越南去年成功来阻止疫情，受到国际肯定。面对新一波的危机，当局推出特殊封锁政策，甲餐饮酒吧关起来，美容最头门也有掠人的所在，观光景点甲宗教场所真拍拼防堵。9800万人口的越南，今年3月展开疫苗注射。路透社报道，越南已经摕到290万剂，注射大约100万剂。卫生部正努力确保 COVAX 分配机制，也有其他药厂所答应的疫苗。另外，加买2000万剂辉瑞 BNT 疫苗，4000万剂俄罗斯的斯普尼克疫苗，目标是在今年内确保1.5亿万剂。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咱来看以色列3月份大选的组国期限特别到了，右派的政党领导人班奈特将宣布家己第2大党未来党准备要来组成新的联合政府，望讲会使来取代已经执政12党的纳坦雅胡政权。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共款属于右派阵营，由亲党领导人班奈特30日电视演讲当中宣布，伊伫国会当中将还未落实，会加持未来党所筹组的联合政府，共同努力，互国家避免混乱重回正轨。אין ממשלת ימין. כבר 4 מערכות בחירות ועוד חודשיים הוכיחו לכולנו שפשוט אין ממשלת ימין בראשות נתניהו. זה או בחירות חמישיות או ממשלת אחדות. 中间路线拉皮德所领导的未来党第3回23的大选，得票率只输予纳坦雅胡的联合党是国会第2大党。纳坦雅胡组阁失败了后，总统李佛林搁伫初5将组阁权交予拉皮德，限定伫6月初2。以色列媒体得到的消息指出，拉皮德甲班奈特做一项政权轮替协议。纳坦雅胡落台了后，会由即马49岁极端民族主义的路线的班奈特做总理，了后，佫将大位交予57岁拉皮德。未来党所领导联合政府将以色列政坛右派、左派甲中间路线势力全部揪入来，因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要将执政12年的纳坦雅胡政权结束。纳坦雅胡反抗班奈特是第2部世纪大骗局。
讲班奈特北港开心路未加入拉皮德定刑。 אל תקימו ממשלת שמאל. ממשלה כזאת היא סכנה לביטחון ישראל והיא סכנה גם לעתיד המדינה. 以色列比例代表选举制度，但以政党真歹得到足够，所需要绝对多数识取，常常爱欠真济小党的支持。那皮特原本28天的时间足够，暗过被11天的加沙冲突耽误。原本可能的合作对象国会阿拉伯政党也因为加沙问题拒绝对会。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 新北方的基地也有人挖着病，也毋过嘛是有几百名爬山的人哦。看前几天天气袂歹，就去爬。一位45岁香港查某老师是创下女性上紧爬到山顶的纪录。另外一位75岁退休律师哦，是爬去山顶年岁上大的美国人。 今年75岁来自美国的退休律师缪尔，23成功爬起世界上悬的圣母峰，创美国年纪上大的攀登者的纪录。在你进前，全世界年纪上大的攀登者是尼泊尔社川在你80岁时阵所创的。I've been vaccinated. You have good days, you have bad days, and then just being patient and trusting in the guides, the Sherpas, and your teammates. Yeah, that's the hard part. It takes a long time. I've been here for 63 days. 同款正注意天气变化，也个来自香港，今年45岁的张彦宏，伊无到26点真久就爬起圣母峰，创女性上紧攻顶的纪录。The weather is really out of our expectation. Yeah. So we have our second attempt on 22nd. Yeah. Is lucky. 来自中国的时尚冒险家张宏，在3位向导的协助下，二次成功完成挑战，成为亚洲第一、全世界第3位攻顶的时尚者。到峰顶以后，那种风的声音呢非常恐怖，毕竟看不见的话，我掌握不了我的重心，所以说有时候会摔倒。每年4月到5月，圣母峰天气正好，是攻顶的好时阵。今年开始了，因为基地也有人确诊，这个月有3队退出，不过依然有41队900位登山者在观望，并且看到咧好天气结束进前的最后几天，想要攻顶。在过去1年，圣母峰因为疫情封锁，尼泊尔本来1年会当有900万美金收入的登山业者受到严重的影响。在咧中国，在是封锁中国这边立山攻顶的路线了后，尼泊尔的官员是想要一直淡化确诊的相关报道。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辑。这波方面，各地雨拢落袂少，台中的第支水库涨到累计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哦。气象局是表示哦，未来这几天阁会继续落雨。另外，为伫保留西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仔嘛发展真做轻度的风台叫做彩云，目前是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雨落伫咧德基水库的集水区，30个这场大雨，互台中的德基水库入袂少水。梨山当地民众嘛拢真欢喜，因为因的果子树总算有水通好食。整个果树，梨山地区的农业都松了一口气。但现在我们希望说，再多下一点雨，可以让那个水源头的水大一点。雨面影响中部的山区，德基水库的蓄水量总算有淡薄增加。根据水利署31的资料，集水区累计的降雨量是101毫米，有效的蓄水率是2.7%。也若是伫咧北部的石门水库，包括石门、宝山、宝二水库拢有入水。其中石门水库虽然入袂少，但是离要化解可看也阁差一大截。预估可以为石门水库带来1800万吨左右的一个入流量。那因为石门水库目前的一个蓄水量的部分2056万，是只有占我们蓄水量的10%，所以还是偏低的一个状况。也若是南部的詹文水库，31要继续有得落雨。根据南区水资管局表示，包括詹文、乌山头、南华等等主要水库拢有入水，其中詹文水库累计雨量是81.8毫米，南华有50毫米。不过目前水情的定号也无被调整。根本大概可以进水大概400万左右，那南化这一波大概也可以将近600万。气象局表示，31日时也阁有云系对海面刷入来，中南部有落雨的机会，尤其是西半部的山区，中南部沿海甲东北部拢是落雨较明显的所在。最明显的区域还是在我们的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在中彰投一带跟嘉义这一带的雨势是比较明显的。
气象局对嘉义、台南发大雨特报。另外，30亿形成的风台彩云，预计拜五甲拜六会接近台湾的外海，不过强度嘛会对咧减弱，目前对台湾的影响无介大。记者综合报道。人力银行调查哦，这波已经有24.5%的人逢减薪、减班，还是放无薪假。有一寡上班族因为伫厝内工作，搁爱一边照顾囡仔，一经大家双头提是真辛苦。国内新冠疫情继续的滚价，明显影响民众上班族的整体生活。根据人力银行上新调查，有9%的受访上班族因为新冠疫情影响着生活，而且伫工作上也产生真侪影响。其中被减班、减薪水、无薪假占上侪有24.5%，过来是兼职收入归零有23.9%，业绩落落去收入奖金变少的有21.7%。伫厝内底工作效率无好，分流上班工作量变大，也占1%外。也有真侪上班族因为伫厝内底工作，爱去照顾囡仔，垃圾两头烧，身心是有够忝。那为什么有英文？都可以啊，都可以打。数字也可以吗？对啊，你要不要先让妈妈做完事情，我做完工作就陪你了，好不好？好。确诊人数一直升悬，加深国人防疫意识。大部分的人只出门买民生必需品，马上就转去，自主性封城，互民间消费活动减到上低。人力银行透过交叉分析看出，民生服务甲百货贩售两大产业受创上深。大部分的人买物件习惯也有改变，无去实体店面，大部分生活用品拢是伫网络买，占47.6%。家父运费送到厝内底避免接触的有17.4%，生鲜食材也伫网络买有17.7%。因应居家生活需求，自主防疫也是逆势成长哦。像是冷冻啊，还有罐头食品以及泡面啊、零食这些外送服务等，都是明显的增温，逆势上扬。人力银行表示，疫情之下生活真无简单，提醒上班族应加注意相关纾困资讯。有需要就提出申请，等待疫情转好。记者综合报道。基金界一直到6月14，有工会是指出，针对这届疫情的纾困，因为影响的产业甲去年无啥相同，所以工会呼吁讲，上好是直接甲补助发予劳工。今仔礼拜四啊，淡水老家人拢是吵。不过，伫规台湾实施疫情3级警戒了后，看起来就加正清冷。因若台北市区本来正闹热的胜利商圈，嘛共款无啥人。有真侪劳工因为这波疫情，伊的收入甲生活受到真大的打击。政府要求展场全部不得展览，再来小吃部除了外带以外不得营业。有多少从事这一些工作的人，在这一次的疫情冲击之下，是完全没有收入的？工会讲，今年受到影响的劳工，除了航空旅游业，也佫有加入政府要求停业的劳工，含餐饮小吃的分食劳工。整体来讲，以类似型的服务业为主。不过，政府的纾困方案，假使讲若是延续去年的方式，雇主会予政府直接停业，无通报劳工，就无法度领取。资本业较细服务业会因为安尼停业歇业，而且对雇主来讲，申请薪资补助的诱因无大，也佫有真侪自营业者，嘛因为申请的条件伤过头悬，会互排除在外。感染源主要是境外移入，所以当时冲击比较大的是航空业、观光业跟部分的制造业，社区感染的阶段。所以冲击最激烈的，实质上是内需型的服务业。如果疫情结束以后，雇主重新再开门就好，他也不会设法去留住原来的那些人，他重新再招募人就好。如果你拿了纾困，那就是不能裁员，不能解雇，劳工纾困要直接发给劳动者，不要再转介事业单位的认定或者是职业工会的认定。工会团体呼吁政府部门要把纾困补助直接拨予劳动者，而且是这认定受冲击的产业劳工。嘛袂当甲别条的事业单位，也是讲透过职业工会来进行，同时嘛要互劳动部专员来处理负责，安尼才会当真正替有需要的劳工来纾困。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疫情虽然一寡公司的股东会拢延到7、8月份才要开，也毋过已经开始会使领股东会纪念品咯。真侪所在排队拢排甲落长。金管会甲一报中心是表示讲，这是每一间公司家己的决定，因无法度禁止哦。因上侪只会当来呼吁讲合办则发，还是讲一定爱遵守防疫的规定。为了防止新冠疫情扩大，当地金管会已经下令，上市贵公司股东会延期到7、8月才召开。不过股东会纪念品发放却出现排队的人，尤其热门股东会纪念品排队的人更加多，恐惊变成防疫的空棚。官商工会呼吁纪念品发放原则应该遵守防疫规定，会当透过邮价避免人潮滚珠。这边是呼吁说，公司在考虑发放股东会纪念品的时候，能不能尽量可以用寄送，或者是超商那个变成它是类似这个到仓直接去领取，这会比较方便。你就应该采取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去进行啊，那也可以避免这个群聚的一个情况。一报中心表示，也听讲有小股东排队领股东会纪念品的代志，讲顶礼拜邀集股部代理券商召开线顶会议。呼吁各大延后发放股东会纪念品，另外征求股东会委托书也要求遵守防疫规定。有跟这些公司讲了，能够不发类似人家中钢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延后发放？另外很多像中国信托，他们那里讲类表类说，他们也是比照那个营业厅一样，因为是他们会遵守这个防疫的措施。金管会政治局表示，发放股东会纪念品属于公司治理部分无法度强制禁止，即会当看到延期。另外，伫征求委托书的时阵，发放纪念品，呼吁发行公司、股部代理看情况延后发放。若讲无法度避免伫室内需要量体温、实验制等防疫措施，室外爱有专人引导排队，保持1.5公尺社交安全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卫生局的新冠病毒核酸检验，伫5月28通过卫生福利部疾管署的认可咯。未来就唔免佮送到外地，会使家己来检验，24点钟内底就会使知影结果哦。若是有法度，伊嘛来支援外县市。台南市卫生局的实验人员当咧赶紧做武汉肺炎的核酸检测，通好伫24点钟内知影检验结果。台南市卫生局的检验中心走比其他县市更较紧，第2倍已经通过疾管署的认证，未来一天会当处理200件有效缩短检验时间甲检验时程。一旦案例还没有确诊，你就很难再做其他的匡列后续的动作。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塞车，我们自建量能，那将来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有确诊的这个是不是确诊的结果会出来。全台南市包含病院、卫生局甲民间所管的体检站有32个。新设的武汉肺炎核酸检测，对今麦开始会当家己执行，提升台南市的检验时效，也会当快速查案个案状况，以及着防止病情扩开。而且也会当有效改善校正回归。未来台南市的检验量能若准有够，无排除会协助其他县市做检验。那一天的量呢，目前是200以协助疫调的一个匡列的检验为主。那未来我会再持续扩大量能。那其实我们台南市很多的一些大型医院也都在扩展量能，希望能够赶上这一波来得又急又快的疫情。另外，针对台南市科技防疫做法，台南市研考会也头一届用疫情机标榜，放伫咧市政府网站顶头提供清楚的资讯，包含本土境外人数的确诊病例，也有居家隔离人数等等，甚至结果确诊者的行踪、传染点，会当互民众随了解台南疫情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万丹新园这个所在，有不少在地少年人家己做消毒队哦，希望会使来减轻清洁队的负担。暗时的街仔路，因为疫情无看到几条人影，但是伫屏东的潮州，煞一直看到有一群人伫巷仔路来来去去。原来伊是在地青年，看到清洁队无用咧替确诊者去过所在消毒，就自愿组成消毒小队，替社区斗消毒，希望减轻清洁队的负担，也为防疫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地方，然后尽一份力量。对啊，所以我们就出来，然后帮大家消毒。因为现在疫情防疫期间嘛。晚上我们半夜出来消毒，比较不会影响到大家。这寡青年使用的物件，拢是家己开钱买，同款为地方付出的义工，阁有车城这边。大家小
消毒进前拢会伫面册广告，希望大家体谅消毒的时严谨的声音。这阵清理期间，大多数各有家己的头路，所以龙山暗时出外斗消毒，而且市庙要志工伫这时斗消毒。大家义无反顾，利用空余时间帮忙自己家乡消毒。接下来我们继续努力。车上的在地青年买工具、借工具，已经家己开25000块，但是为着家乡，这个付出因是心甘情愿。这个由在地义工发起的消毒，一直对屏东市、新园乡、万丹、有车城等等的乡镇拢有，希望疫情会当量早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病例增加，县长徐金美是表示，若是升达进入第4级的境界哦，花莲嘛有可能会针对进入花莲的南北中路线所有道路封路。花莲目前确诊人数有99例，因为是为外地团购家族群组感染，民间呼吁县府风险声音愈来愈大。县长徐金辉第一摆表达伊的态度。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苏花改还有旧台九封住，以及我们台8线，我们也可以跟台东一起来合作，让台东的我们的南区的这个台9线能够封住。我想这样子的合作会让花东2线我们的成本付出是最低的。县长呼吁花莲民众做好物资准备，互民间紧张气氛增加不少。虽然大部分民众拢支持，但过做生意的人却是真无奈。我觉得多少有一些遏制的作用了，但是可能效果当然还是会有漏洞，但是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效果，起码花莲不会再扩散。我们干脆就休息，就不要做啊！我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出来赚钱这样子，我们也很不愿意啊。另外，因为确诊者行踪陆续公布了后，要体检民众愈来愈多，花莲市卫生所开始提供电话预约快筛服务，免分流，不过逐工只提供早起200名，下晡200名快筛，爱查笔电话甲电报卡。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社福团体捐款是减少真济哦，一寡庇护工厂嘛伫要关门咯，因望讲民众甲企业会使来斗3工。台东县收容经济弱势事务人的创世基金会台东会员，目前收容51位事务人。去年疫情爆发了后，外界捐款就变少，比去年少800多万。今年疫情更加严重，所有大型募款活动拢停办，收入阁减少100多万。虽然推出号召民众逐个月捐款1650块的活动，不过也是真少人捐啊。佮加上医疗用品起价，事务人逐工照顾所需要的物件，互台东会员形成营运压力。那对我们来讲，这些必须采购的物品，但是又要涨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其实非常头痛。另外一间木心智能发电中心提供台东县智能发电障碍者庇护工厂，经费来源1/3靠政府补助，其他靠经营餐厅甲饭店的收入。即马防疫升级，袂当提供用餐，收入会当公布，平地的小额捐款也变少，加上依赖有30多位庇护者多数所有开销，只会当眼睛。很惨的是，厂商的货款其实每个月底就是要支付了，可是这个月所有的收入其实是不到以前的1/3啦。台东县也阁有20多间的社福机构，也拢面临同款的情况。社福团体呼吁社会大众，伫疫情严重的情况，希望也阁有能力的民众会当提供援助，帮助社福团体度过疫情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英国解除封锁，餐厅、酒吧开门做生意哦。电影院嘛，阁开始卖票。英国邮轮公司上大只邮轮爱奥纳号哦，嘛打算要伫今年热浪出发。电影院的员工将门开开，互观众入来看电影。英国5月17正日第3阶段封锁，电影院也开放，真侪人排队买票，因为真久无法度入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么真欢喜。It's pretty exciting because I haven't been in the cinema since before the pandemic, so it's a pretty unique experience now. We're in the pandemic season, so it's kind of surreal being back in the cinema, but exciting as well because you want to watch movies and things. So. 英格兰、威尔斯加苏格兰真侪所在，拢进入第3阶段的封锁。餐厅、酒吧都会当重新营业，这嘛准户外30个人、室内6个人，或者是2个家庭做伙，也当伫个店内食饭。People have been stuck indoors and people are missing their friends. Okay, they opened up outside a month ago, well, 2 weeks ago. This one, but it's not the same. It's great to be back inside the pubs, and
meeting friends, socialising.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艺文场馆也同款重新开放。伦敦的国家博物馆办一场甲新冠疫情有关的特别展览，包括第一馆做的有红社甲主持人，也个正受到英国民众介意的是邮轮出海去耍，今年热天会当有条件开放。 When our guests come on board with us, we will ask them to provide evidence of their 2 doses of their vaccine. And we're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we have some time ahead of our first sailing at the end of June for the systems to be put into place for guests to be easily able to demonstrate their vaccination status. 英国邮轮公司上大邮轮爱奥纳号去年10月交船了，受疫情的影响，一直无法度出航。 即卖英国已经有68%的成年人至少做过一档新冠预防针，差不多2000万人做过2档，等于是摕到上邮轮的资格。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8度。 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